警方伫台中破一个诈骗的机房，发现这个诈骗的成员假做中国的公安，利用疫情专门来骗这个中国人。这个集团为着要闪骗追查，是甲机房设立喺公寓的上尾楼，执勤队是对杠掠人。 执勤队员伫16楼的楼尾顶白锁啊，有2个队员累落到10楼阳台，入去到诈骗机房。11个诈骗集团的成员特别选高楼站，就是讲安会使闪骗追查，想要到警方会为阳台入去隆重掠起来。依照警方追查，这个诈骗集团专门假中国的公安骗中国人，讲牵涉到刑事案件，要监管考注。 因为即摆伫防疫，因诈骗的内容嘛，为讲对方洗钱变成散布新冠病毒的疫情。向民众谎称呢，对方的门号涉嫌在网络呢传递不实的疫情的消息，以及这个涉嫌在网络上贩售黑心口罩等等的理由话术来诱使被害人上当。 警方讲，集团的首脑搁做9件的手册，要求成员针对被害人的同理心，讲中国疫情遮严重，真侪人失去宝贵的性命，爱对方配合假公安的调查。伫各个专心地投入防疫的期间，竟然有利用疫情来诈骗的，连检察官都感觉真可恶，会请法官判较重呢。